你这个月对付过去，你下个月怎么办？那你帮我找工作呀？凭什么又是我呀？是你把我工作弄没的。哎，为什么到最后倒霉的都是我？那怎么办？反正我现在工作没了。要不这样，今天晚上你请我吃顿饭，算是给我赔礼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约了，拜拜。啊，那8000块钱怎么办？打你手机里。哎，还没买单呢。哎，你怎么能擅自把王可可给开了呢？他和客户串通，拿公司回扣，这样的人能留吗？你不知道他手上有几家客户就要到期了吗？续约合同呢？我要的不是你们的内斗，我要的是利润，利润。如果那几家客户你续约续不过来，你也给我走啊！你还愣着干嘛？哦，我这有去跟客户谈。完了完了，我的计划都泡汤。喂，打通渠道的钱还没投下去吧？赶紧收手！什么？这么快就付了？行了行了，我想办法吧。挣钱不容易，你花钱倒是手快。王可可有几个客户快到期了，你去把合同给我签了。我去啊！你不是和他关系好吗？去，让他和客户打声招呼。蒋总，要不咱们就让可可姐回来吧？你耍我呀？没门儿！可是什么？你是不是一想滚蛋？姨妈，我觉得你现在开始偏心了。偏什么心呢？你看这么多东西，你都是买给王可可的吧？哎，我说你这孩子，一口一个王可可王可可的，你有没有礼貌啊？要叫人家嫂子。再说了，昨天我生病的时候，一夜他都那么辛苦的陪着我，那会儿你在哪儿啊？真是。哎，依依，啊，我找可可姐，她回来了吗？这是一个有经验的财务人员做的报表吗？程总，这个报表哪里有问题吗？你连问题都看不出来，你有资格做财务吗？程总，这些报表你要的又急，材料量又大，但是如果哪里做的不好的话，您就告诉我，我回去改。这里是职场，不是学校。为什么我要给你第二次机会？时间压力大是你做错报表的借口吗？还是你觉得你是公司的老员工，可以随便糊弄新来的总经理？程总，对不起。不需要对不起。我会发给你1个月的补偿工资。你要开除我？我刚刚说的你听不懂吗？是的，你被开除了。你有7天的时间交接工作，申请补偿工资。你可以走了。我说什么？不了解新老板的脾气，就贸贸然的跟人家顶撞。现在好了吧？人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了吧？不过也没想到，这新老板手够硬的，说砍人就砍人。走就走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下家找好了？没找好，回家让老婆养你啊。你刚走，蒋梅花就给我下死命令，说让我把你手上那几个客户找回来续约。凭什么呀？我才不便宜他呢。可可姐，你说过你要在公司罩着我的，你都被辞了，我怎么办？如果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，他肯定会开了我。他们说什么呢？开了我啊？开了你？再好好听听。哎，小俊，小俊啊，可可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你。我警告你，
我辞去之事谁也不许说，包括姨，听见没有？哦，哎，那你答应我了？我答应你什么呀？你们在干嘛？偷偷摸摸的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张姐姐，你这么着急找王可可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也没什么大事儿。这么着急找他，一定有什么事儿。你说出来，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。你帮不上我什么忙的，一边是上司，一边是可可姐，把我夹在中间，我做什么都不是。我这个职场新人，太不好混了。刚出道，谁不都一样吗？哎，依依，你不用找工作吗？我是自由职业，我妈给我开了个网店，这样就不用受老板气了。真好，家里条件不错，给我老妈支持，就是不一样。只要你好好努力，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的。我对你有信心。是吗？当然了，其实从我哥婚礼那天，我第一次看见你开始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只潜力股。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不算什么呀。我们都还年轻，有的是机会。听你这么说完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所以要加油。那我先走了。那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啊？以后有的是机会，再见。哎呀呀呀！你们俩真是，不就是上交一个工资吗？看看俩人把脸耷拉成这样了，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我统一管，统一规划。妈，我一会儿就给你。这就对了。可可啊，你把工资卡交给了妈妈啊，那你就轻松了，当然我也就累了。那个，妈，钱都在这张卡上，该发的不该发的都在这张卡上了。什么叫该发的？什么叫不该发的？就是公司最近在调整那个酬薪制度。我只是说有可能啊，他有可能把2个月的工资呢一下子都打在这个卡里。哟，哎呦，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！真是，大公司就是不一样啊！你们俩呀，放心好了，把工资交给我，我已经给你们制造了一个全套的营养套餐，放100个心。这瓶红酒用的是长了10年的葡萄藤结出来的葡萄。10年？这个庄园的主人本来以为这片土地长不出来葡萄，没想到10年之后长出来了，而且价钱还很好，一下子把10年前的亏损全部都补回来了。这么厉害呢？装进橡木桶以后，发酵了24年才分瓶出售。24年？这酒是我10年前刚去法国的时候买的。10年，24年，也就是说这个酒是34年前酿的，那我可得好好查查。这酒等了34年才遇到你。34年的缘分。你怎么了？感觉你有心事。哎，我呀，好心办坏事儿，把我闺蜜给害了。怎么了？我那个闺蜜得罪了她的上司，我就想了个方法要整她的上司，结果反而被她的上司利用，把我闺蜜给开除了。我闺蜜都快恨死我了。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啊。大成，你们公司缺不缺什么职务啊？之前跟你说的那个财务，
我让他走人了，给了他1个礼拜时间交接，所以下个礼拜公司肯定会缺一个财务。你闺蜜是学什么的？她学商务的，财务她肯定做不了。还有别的职位吗？暂时没有了。这个月的钱上交了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这个月是放心了。钱交给我妈了，我们就没有烦恼了呀。没有烦恼，才是真正的烦恼。老婆，你怎么了呀？啊？没什么呀。你不都说放心了吗？那这个月我们就不用管我们的吃住开销了。老婆，不管将来咱俩过什么样的日子，只要咱俩在一起，就什么都不怕。对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，对吧？你什么？你先说。你先说。老婆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们老板是从外企出来的，所以比较倾向于有外企背景的人。你这么严谨的人，怎么能做错账呢？要我说呀，你就是跟老板抬杠，把人得罪了。你说你圆滑一点，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吗？是我自己做错账了，我又没怨别人。要不是你跟老板针锋相对，啊，把人家得罪了。能沦落到被公司开除啊？你在公司也好几年了，现在正是年终奖最关键的时候。想好回去怎么跟你老婆说了吗？没，我还没跟我老婆说呢。不敢说呀？什么呀？我是怕我老婆担心。那你就更不应该这么冒失了。你以为你这是负责任？你这是自大，典型的不负责任。喂，葡萄。Hello， 小俊哥。葡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还你车啊。那我车呢？姐姐你好。这是我妈。你妈？小妈。我明白了。阿姨好。这就是你们要还我的那车呀？本来葡萄是让我帮你修那辆车的，但我看那辆车也有些年头了，所以给你换辆新的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你们把我那辆车还给我就行了，这样我哪好意思啊？是我把你的车撞坏了，我该赔你的。这是葡萄一点心意，你还是收下吧，反正也没多少钱。这肯定不行。以旧换新，你还不愿意？葡萄。我这个人还挺怀旧的。你这人真有意思哈，现在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。哎，还说我买的这个车不适合你的心意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无功不受禄，你们就把我那辆车还给我就行了，哪怕我自己拿去修都没有问题。这辆车我是真的不能收，你们先拿回去吧，谢谢啊。那我就收回去了。麻烦了。车你也不要，那我怎么补偿你啊？不是葡萄，我怎么能收你的东西呢？那你每天上班就开那辆老爷车，多辛苦啊！我现在什么时候能来上班我都不知道呢。怎么啦？我要失业了。啊？
那可可姐知道吗？我现在烦的就是这个，我怎么跟可可去说呢？行了，葡萄，你的心意我是心领了，我先上去了。哎，那还你新车你也不要，我怎么赔偿你啊？你赶紧的把车还给我就行了。那你不要车，我请你吃个饭总行了吧？行，恭敬不如从命。不错，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经验丰富又有责任心的女员工。谢谢。你有家庭负担吗？您是指？你是单身还是已婚？已婚。已婚的或多或少都会因为家庭负担而分神，相对来说，单身则一心一意为公司服务。这不是歧视吗？我结婚怎么了？哎，我们公司啊还鼓励招聘那种已经结过婚的员工呢。这结了婚的人比那些单身的人跳槽几率要小多了。对呀。哎，果儿，你说你门路那么多又神通广大，怎么能弄成这样啊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还不是为了帮他呀。谁能知道好心办坏事儿？重点还不落个好。要不然你再帮忙吧，再帮他找个工作。上次你不是帮一个人找到一个总经理的职位吗？真的？我问了，他们现在只剩下一个财务的职位，你干得了吗？财务可能不行，还有其他职位吗？我说大姐们，这公司可不是我开的。算了，反正这个月我算是把我婆婆给蒙过去了。那下个月怎么办？这可是8000，不是80啊！下个月再找呗，反正还有1个月的时间。你说可可，你要不要把这件事儿告诉你老公还有他妈？这件事儿不怪你。那可不行，好不容易我跟李美琴关系有所缓解，可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又打破了我们这个平衡关系了。哎呀，那要不行，你就跟我卖保险吧。底薪加提成吗？底薪倒是没有，不过提成还是不错的。那要是没有做出业绩，不就是白忙活了吗？不行，我不去，我要找一份能够多劳多得的工作。多劳多得，你送快递得了。送快递？哎，这也不错呀。不是吧你真要去啊？那是女的干的吗？能挣钱不就行了吗？我说可可，好工作不是急出来的，你得耐心等待。可不能再等了，万一真要被李美琴知道我没工作，那这天都得翻了。翻什么天？结婚前你听你婆婆的，现在婚都结了，你还怕她呀？其实我也不是光为了她。以前在这个家里，我的工资最高，现在我都没有工作了，压力全部都要压在小俊身上。我可不喜欢看到小俊因为家庭负担而闷闷不乐。你真行啊，王可可，整了半天替你们家李小俊担心。哎，果儿，这结婚过日子可是2个人的事儿，这可可替她老公担心也是应该的。我就想说，如果今天失业的人是他李小俊，他会像你担心他一样来担心你吗？应该也会吧。我呢，我就是怕可可知道我失业以后，家里的负担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，我怕她受不了。可可姐的工资不是比你高吗？这不是工资高和低的问题。结婚以前，你说她一个人的工资也都是她一个人花，我的工资呢也都是我一个人花。但是你说现在结婚以后，她还要多负责我一个人，我可不想做一个吃白饭的男人。可是夫妻之间不就是应该相互扶持吗？但是我不想成为她生活上的负担啊。小俊哥，说不定你明天就能找到工作，这都只是暂时的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我矛盾的地方。你说我这个人吧，心里也藏不住事儿。就是如果不说呢，我自己就会难受。但是你说我要是说了吧，我又怕我妈他们担心，所以弄得我现在都不敢回家，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妈跟可可。没想到你这么信任我，能把心里的话都告诉我。哎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这些话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依依啊，就她那个嘴，
真是藏不住事儿。放心吧，我谁都不说。你能把心里话告诉我，就说明你很信任我。我怎么可能辜负你对我的信任呢？我谁都不说。谢谢啊，小俊哥，不用谢。没想到我撞了你，还是因祸得福了。今天我特别高兴，咱们多喝几杯，来。哎，你别喝了，你一会儿还要开车呢。哎，葡萄你不能喝，你还开着车呢。可以找代驾。哦，我就在收拾收拾。啊，哎，我刚才在小区听到林大妈说，你和我们家小俊没去上班。我去上班了。啊，那林大妈可能年纪大了，她眼睛花了吧？我就说嘛，你和小俊那是朝九晚五的人，怎么可能不去上班呢？还跑到小区去晒太阳？不可能。小俊回来了吗？就快回来了吧？好啊，你打个电话跟他落实一下，到底几点回来，我好给他炒菜。哎。喂，老婆。啊，我现在正在加班呢，你跟妈就先吃吧，我这里有工作餐。啊。葡萄，你不能再喝了，喝多了，一会儿麻烦了。为什么告诉他你在加班？怎么不说实话呢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想让可可知道。我要是告诉可可我们现在在外边吃饭呢，那她肯定知道我工作出现了问题。再说了，咱们不是马上就走了吗？你可真会替王可可着想。哎，你真的不能再喝了。小俊哥，来，我们再干一杯。不是，葡萄，你真的不能再喝了，葡萄。怎么又加班呀？小俊几点回来啊？他说他不回来吃了。哎呦，怎么又加班啊？小俊新来的领导是个工作狂啊！小俊这么辛苦，我就更不能说工作的事儿了。哎，葡萄，小心点。喝不了还非得要喝这么多。阿姨，葡萄喝多了。葡萄不能喝酒，你怎么让他喝这么多呢？我没有让他喝，他自己一直在喝。我劝了半天，但他还是喝多了。是不是他给你买的那辆车你不喜欢？葡萄不高兴了呀？不是，真不是，这都怪我没有把葡萄照顾好。下次注意啊。哎。
可可，你这是上哪儿去啊？我上班啊。这么早？哦，我今天要去客户公司，他们在郊区太远了，所以我得早点走。哎呦，还抱着笔记本电脑，特别沉吧？这是客户的东西。好吧，好吧，你拿着早餐。谢谢妈，我走了。去吧，去吧。真是太险了，差点被发现。挣多挣少，就看我自己了。宝贝儿，妈，你怎么这么早啊？可可呢？人家可可早就上班去了。哎，我觉得可可的工作真的蛮辛苦的。你在干嘛呢？你怎么还不上班去啊？今天老板他允许我晚到一会儿。儿子，让我猜着了。哎，你到这公司5年了吧？新老板一定特别赏识你。哎，会不会要提拔你啊？加油，我对你充满信心。妈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加油的。那是一定的，我儿子肯定特别棒。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，你要向可可学习哦。人家这么早就走了，虽然老板说了你可以晚去，但是呢，你也不能赖床哦，赶紧把早点吃了，然后早点去公司。妈妈约了人去跳舞了，拜拜。要是让可可知道我失业了，她该怎么办呀？干嘛去啊？我手机不见了，丢家里了，还是落在外面了？可能是昨晚吃饭的时候忘拿了吧。哦，打电话给李小俊吧，昨天晚上是他送你回来的。昨天晚上是小俊哥送我回来的。去哪里啊？我去找小俊哥拿手机啊。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，今天下午你爸就回来了。手机的事儿你别担心了，我受累替你跑一趟。这不会是葡萄的手机吧？怎么会在？谁来电话？喂。哦，我是李小俊。葡萄可能昨天晚上把手机放错口袋，放到我这里来了。又不是不认识，愣着干什么呀？原来你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就在楼下呀。葡萄的手机不在你这儿，就肯定是落在昨天餐厅里。这个时间段您还没有上班，所以我直接过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晚上让葡萄喝多了，今天还得麻烦你来拿手机。葡萄没事吧？葡萄不是第一次喝酒，再说你也不是他第一个男朋友，没事儿。男朋友？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她男朋友。上车吧。上车？你的车还没有修好，我先送你上班。那我都不好意思啊。你要再推3阻4，该不好意思的是我吧？大早上就来接小军，这谁呀？
经理，您给我多派点活吧。说实话，你一个女孩，我用你有点后悔了。您可千万不要后悔，我这个人吃苦耐劳，能干得很。那你注意安全啊。那个，要是思想上有什么包袱，就及时跟我说，好吧？包袱？我能有什么包袱？我能把这些包裹都换成钱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行，那今天就这些啊。啊。你是做财务的吧？啊，也只是暂时的。暂时？那将来呢？将来我还不知道呢。我这2天去公司呢，就是办离职手续和交接工作的。辞职啊？那是另谋高就了。不是，这说起来我也挺倒霉的。我跟我们公司老板合不来，所以我就被辞职了。谁这么不长眼啊？我到了。你在这里上班啊？这楼挺熟的，哪家公司啊？骑士公司啊。哦，那谢谢你了，阿姨。别客气，我也是在替葡萄办事儿，我必须得把这个大千金小姐给伺候好啊。那我上班去了，再见。再见。骑士公司。快到了，不许偷看。哪儿呢？害怕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这些花是用来谢谢你的，谢谢你安排了这么好一个工作机会，豪车、配房，年薪过100万，这些都要感谢你。不过这个可是我亲自找人布置的，不是公司的配置哦。这还差不多。喂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公司的事。出事了？没有，就是之前提到那个小财务，只要他留在公司1天，我做什么都不顺手。不过没有想到，还没有把他拔掉，就有人来打招呼了。在国内这种大公司啊，人际关系很复杂的。大成，你不要得罪上司好不好？你放心吧。那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吗？对，有一件事情确实需要你帮忙。就是晚上吃什么呢？小妈，没想到你帮我这么大一个忙，得好好谢谢你啊。我帮你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你跟李小军交往多久了？我们没交往啊。他不喜欢你啊？哎呀，我可没说我喜欢他。我还不了解你啊。我们应该不大可能吧？他有女朋友了？也不是。那你就跟他表白啊，这才像你的性格嘛。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我还没想好呢。不过帮小军哥搞定工作这事儿，我记你的好啊。就记我一次好啊。我会在我爸面前好好表扬你的。
地图？你是不是谍战片看多了呀？你说吧，接下来我放什么活动？接下来我放的活动是，你去睡觉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整神秘是不是啊？你这一晚上都没跟我说2句话，你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在瞒着我吧？我有什么呀？你别管了，你快去睡觉，快去睡觉，快去睡觉。行，我去给你拿件衣服啊。别着凉，真好，快去吧。那我去了，我真去了。阿姨，快点，快点。那你也快点。快点。刚才是哪一来着？哪一页来着？我们的城市怎么这么大呀？监察大厦，再到地质大厦。商品街这一条路。老公，我会加油的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，你没事吧？天亮了吗？没有，早着呢。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太大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跟你一起承担的啊。我也不会让你一个人担着的。没用过，不过看着还挺好的，不过敏就行。哎，美琴，你不说你家可可是白领吗？是啊，以前是啊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也是。可我看见那个小区里送快递的那个姑娘，怎么长得那么像你家可可啊？哎呦，林姐啊，你可真够逗的！你见过快递员有女孩吗？我看见的那个姑娘真的是，就是女孩也行啊。那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家可可呀？美琴，我觉得其实孩子做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挣钱，你说呢？再说那个当快递员，我觉得他们的收入还不错呢。哎，你别不高兴啊！算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没，你说的是哪家快递公司啊？哎，老王，我在小区看到一个送快递的，长得跟咱们可可特别像啊。你什么情况啊？长得像多的是，这有什么奇怪？哎，你不会认为我们家可可会去送快递吧？哎呀，要不是家里缺钱，谁一个大姑娘家能干这体力活啊？坏了，这小两口现在正在缺钱啊。您是？我就这点要求，你和李小军什么关系？这你就不要管了，我也是受人之托。我为什么要帮你呢？这样子变成是我在公司里面说话不算话。说话不算话重要呢，还是利益重要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们利威集团我非常的熟悉，你这位子公司的总经理什么时候上任的，我也很清楚。如果我们能做成一单双方都能得到好处的买卖，还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我洗耳恭听。沈兰卓，军石集团齐志强的小老婆，这个小财物来头还不小呢。